喂，朋友，想要養老又而冇配套，想要配套又而冇生態環境，咁今日呢，我幫你揾到華僑城天鵝堡，衣食住行、生態環境全部有齊晒。我哋而家所在嘅呢一個單位呢，就167方嘅大平層嘅單位。啱先我行過嚟嘅呢一個陽台，270度嘅景觀陽台啊，望出去嘅呢個 view 係咪好正、好舒服啊？嗱，以前人哋咧買低落嚟2萬幾蚊一方，佢係咩心態我唔清楚啦。我淨知道而家帶埋精裝修、精裝現樓10999攞得到咁樣嘅單位，真係夠晒筍。咁上到嚟咧，呢邊係專梯專戶嘅設計，呢啲位置全部都屬於係贈送俾你使用嘅，私密性完全夠，呢啲先係大平層應該有嘅感覺。個廳咧去到45個平方啊，270度嘅採光，一個廳3個窗，而家喺3樓呢個窗嘅呢一個採光都非常之夠嘅嚇。你咁大個客廳，你朋友喺度開晒 party， 完全係夠晒空間。咁呢個戶型咧係設計係4房嘅，咁呢邊咧入門口2間房，或者你覺得房間太細，全部打通晒佢，再一間大嘅3房都 OK 嘅。咁廚房咧所有嘅上下隨頂櫃啊、3件套啊，全部 set 好晒。咁呢邊咧仲會有一個細嘅生活陽台。攝影師跟住鏡頭展現一下呢邊嘅戶型，同大家介紹下呢邊嘅交通同埋配套。咁配套咧3分鐘範圍之內可以去到三號超市，5分鐘到大信。咁落樓咧就係翻香港嘅永東巴士站啦，翻去香港嘅荃灣啊、太子啊都可以一站式到達嘅。咁呢邊咧隔離就係華僑城歡樂海岸，有小朋友嘅話咧有福啦，有啲咁嘅一個成長環境咧非常之開心㗎。OK 啦，咁落樓咧超市、食肆、菜市場呢啲全部都有齊晒，隔離仲要係中山北站去旅遊，坐高鐵去邊度都方便，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高速出入口，咁開車通勤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好啦，想要呢個天鵝堡167嘅呢一個大平層嘅詳細資料，想要呢個樓盤嘅優劣勢嘅對比嘅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低3個6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